大家好，每逢去餐廳食嘢，必點一個脆皮燒肉。原來喺屋企整都非常簡單。首先，我哋將五花肉凍水落鑊，加啲薑蔥酒，煮嘅20分鐘撈起。我哋先嚟調一兜醃料，一匙羹鹽、胡椒粉、五香粉，攪勻佢。用叉喺豬肉表面插多幾個窿，等佢滲出多餘嘅豬油，咁樣烤出嚟先更脆。喺豬肉底部開2刀，滲入調料，同佢做個全身按摩。再反過嚟喺皮上面搽啲白醋，放喺雪櫃醃佢1晚。用錫紙包住豬肉，露出表皮，咁樣係防止烤嘅時候豬肉容易燶。最後喺皮表面鋪上一層粗鹽，放入氣炸鍋200度烤25分鐘，之後再掃走所有嘅鹽，再用200度烤15分鐘，咁就得㗎喇。啲色澤又靚。聽下啲聲音就知道外脆內嫩，信我啦！只要跟住我呢個方法去做，包你一次成功。鍾意家庭小菜，記得關注我啦！多謝大家。